题啊。今天所讲的这些里面有一些听不懂的地方，有的话也可以问一下。可以问，必须坐着，让他们自己来。哎呀。我想到一个问题是那个，如果人在死亡后，然后肉体死亡后，让灵魂意识继续轮回的状况下，这是有指说灵魂不会像肉体一样面对我们所认知的这个死亡吗？它是一直存在的嘛？然后，那如果说可以像佛陀讲的话，那佛陀也是有意识的吗？还是说佛陀的那他的意识去哪了呢？佛陀的意识是成佛了，成佛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我们的意识也好，这些就像我们就是众生讲到灵魂，众生的灵魂。那么佛陀本身是一个众生，他也是有灵魂的，有灵魂的时候有执着的，但是修持成就了觉悟了，它就是变成智慧，不叫灵魂。我们也一样，所谓的灵魂跟智慧这两个区别是什么？智慧呢，就是无所不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烦恼。这样的一个达到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也变成智慧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贪嗔痴，没有任何的执着。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你刚刚说的人死了以后，我们的灵魂跟肉体这两个的关系，我们的灵魂呢，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待在肉体是有原因的。肉体因为生病而死亡，或者因为受伤而死亡，因为自杀也好，他杀也好，等等各种各样的死源，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总的来说呢，就是导致灵魂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肉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不得不离开。但是离开了以后呢，他在这个死亡的过程是，就像我们讲那个中医的这个六中医当中的临终中医的这个教导里面所讲的一样，在死亡的过程是一个比较所有的人就是有一些共同的，可能还有就是不共同的。所谓的共同就是大致上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也是对这个分别来说呢，也有很多人就是有些不同的感受。所以就是死亡后的在临终中医结束了，然后就是到实相中医的这个阶段是有时间有长与短，或者是在这个怎么说呢，那个当你断气的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昏迷的状态。那么这个昏迷的状态也是长与短有这种不同的。但是无论怎么样，你就死亡后，你就一开始的时候呢，肉体虽然已经离开了你，但是因为我们是人那么就是在一个人断气了，一个人的灵魂呢，就是在人的肉体里面出去了以后，那你的执着还是会存在的。所以你就是相当就是有这个肉体一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你也可以到达所有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感觉上好像我自己的这个活着的时候的这个肉体一样的，长相各个方面都是不会变的。因为这个是前面的这个执着跟这个衔接的过程当中，中间没有其他的其他的肉体跟这些虚体，所以呢，就是中医的虚体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怎么说呢？显现的这种感觉是还是这个人的身体一样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已经知道自己是死亡，那就是他可以选择下意识投胎的地方，所以就是要往这个方面努力，感受在怎么说呢，那个中阴的那些所有的情况，那有些人还没有认出自己已经死了，所以他就活着的时候一样。会去他的家里面，还是要会去靠近他的亲人等等这些，但是他们都并不会看得到他，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有的时候就心里会有很大的痛苦，而且会有嗔恨心等等各种各样的。所以呢，在藏族人，西藏的藏族人的文化都是来自于佛法的文化，佛的文化。所以藏族人对一个往生者的，他就是往生后的，就是我们的后事的处理来说的话，就一个人往生了以后，他的这个睡觉的床全部都是会收掉的，必须得要马上清掉，而且是根本就并不会把他的这种怎么说呢？那碗里面放那些吃的什么桌子上摆他的饮食那些，根本就不会做这个事情的。如果这样做的情况下，他会回来看到的时候，他还是家人们就是还是留他的椅子，留他的碗，留他的床的时候，他都认不出来他自己真的死了。但是你供的这些饮食是他是得不到的，他实际上一种执着跟幻觉，他还是有死跟没有死这种的观念之中呢，他就是你家人们一直执着这样的情况下，他又会就离不开的。更严重的执着，所以就影响到他的这个下意识的路线，所以这种是两种方式，所以呢，就是意识是存在的。所谓的我们死，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我，这个我执是还是会存在的。所以我们生生世世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人死了以后，肉体是当然就没有了，火化也好，布施也好，水葬也好，土葬也好，它是不会很久的。但是这样你的灵魂也是就完完全全就消失吗？就不存在的，不可能的。所以呢，你就是重新寻找一个身体。那么你寻找到什么样子的身体，是看这一世你做了什么，用这个来决定。也许你会只能找得到一个地狱中的众生的身体，变成投胎到地狱，或者投胎到恶鬼畜生等等这些。对，还有吗？好，那我们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你们也要忙吃饭的事情，晚上又要共修，所以我们就先回向所有讲法跟听法的一切功德回向于一切众生，愿所有的高深大德上师善知识们长久住持，法轮常转。愿释迦牟尼佛的殊胜的教法长久在人间，度化无量的众生。愿所有一切的众生早日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解脱，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娑那多耶当揭悉巴尼陀尼尼佛扎那邦谢西嘎那切瓦阿隆珠巴耶斯本所利卓嘎卓瓦哟将巴巴维杰达千巴当嘎达松巴德扬德扬拉干杰吉斯达勒杰格瓦德达方切扎德摩德山学佛加拉当切杰摩瓦当兰求德摩巴
道觉给我早晚的干将松波小小了的，我爱家的咱土生少不给咱干战人少不没不也许，我三妹妹见不记得你路多不见不龙的多动这三者给咱今年少不干嘛就是三件了。送去托不叫着我，3000年8几年吧，牛的那里头几年着完的那嘛，到的娘啊没把小，那俺们头等把东送我的就这把东看着三包了，你就山东的这儿去，从头老我送没行老东，反正老一这些年就是给300也见着，这人的没得小等吧小。当街是不热，昨年你不找那包月金，一个南京万隆这个也，日本做人这广州。